10年磨一劍，我就係等呢個機會。之下，我唔會令你失望嘅。你呢把劍長3尺3寸，重6斤4兩，削鐵如泥。好劍！你呢支矛長6尺6，重8斤10兩。好矛，睇住！呢位大俠，刀劍冇眼，你扯把啦。我攞住呢把30幾磅嘅斧頭，行咗幾個山頭，冇咁容易走啊！你嘈乜嘢啊？咩大俠啊？咩兵器啊？阿姨，又係你話要3個大俠揸住兵器嘅？我話要兵器啊！我係叫你哋每人揸住1盒大班冰皮月餅啊！咁我哋邊個係主角？全部都係主角，好未？3款全新冰皮冠宴禮盒，今個中秋大班冰皮月餅始終係主角。